兄弟們，下邊介紹一套五臟俱全嘅兩房，下邊睇下個廚房，小戶型，76平方，88萬。呢個就係我哋睇小區遠景嘅陽台位。好，鏡頭跟返嚟呢邊，睇下功能間、主人房。中間夾住一個公共衛生間。你唔好睇佢細細地，功能齊全，全屋都有空調，客廳有空調，房間有空調，全新未住過人，歡迎大家嚟實地睇房，現場嘅感受咁唔同。多謝。